萬元玩車系列經典 JDM 小鋼炮馬自達3 BK MPS。唔係所有嘅馬自達都會塞車㗎。今日介紹呢架第一代馬自達3 BK， 佢基於歐洲福特前置前驅 C1 平台開發，就係大家熟口熟面嘅福特高卡斯 MK2 嘅軟房表親。現時市價僅需萬零蚊就有交易啦，仲係平靚正之選。今日呢架主角真係西鳩嚟啦！進口版馬自達3 BK 配晒日規 MPS 2.3T 機波電移植，外加 MPS 正品日規包圍成身。可想而知，喺車主心目中呢架車嘅含金量已經高到無價。我手上呢張卡片式鎖匙，我可以拍手咁話，佢係全國唯一一架超頂配嘅馬自達3 BK MPS， 唔接受反駁。我哋睇真內飾嘅細節 ，DIY 3年標，202B 標底，6速手波，咁多年車齡，內飾一啲都唔顯舊。當年嘅用料同做工，就算今日好多新車都冇得比。2.3T 260匹馬力，380牛米扭力，再加埋呢個6速棍仔波箱，賬面數據擺喺今日，仲係咁有睇頭。渦輪增壓加手波，大家話有冇搞作？呢架車已經升級晒，改裝3件套，搞啞避震 ，AP 剎車，仲行緊惠圖嘅 V02 輪胎，搞到成架 MPS 嘅操控性能提升咗幾個 level。經過 COBB 嘅加持之後，輪上馬力直上245匹，係一架經典又低調嘅扮豬食老虎車型嘅終極版。一次偶然嘅機遇，令呢架車成功變身 MPS。從嗰一刻開始，車主就立誓打造屬於自己嘅夢想之車。呢個就係車主同佢愛車嘅熱血故事。今期鳩視推薦程度5粒星，今期鳩視就到呢度，下期我哋推薦更多好玩嘅車型。拜拜。